美国红红城升到47°2，世界气象组织就警告讲，暗时温度若是降袂落去，对害心脏病风险升悬。一个驻南韩的美军报名旅行团，煞偷走过北韩，人可能已经去互拘留，恐惊变做北韩谈判工具。一个澳洲的水手出海，煞撞到风影船啊歹去，伫咧大海漂流3个月，总算平安去互救起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即马才打7月初，天气都已经热到挡袂牢啊！有真侪国家的温度拢一直咧破纪录，亲像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就破纪录47°2，而且连续19天拢超过43度。世界气象组织就讲，这礼拜温度升悬的状况会更较严重，而且连日头落山了后，温度又悬降袂落去，这款状况对害心脏病死亡的风险更较悬。见到的影下面有真侪民众坐做伙，有人用手画头，看起来用袂着煞。北半球的各国受到相应影响，连续几日天创下高温纪录。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18表示，北半球的效应会伫这礼拜愈来愈严重，暗时的温度嘛增加真紧。We need the world to broaden its attention beyo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alone. In many locations where the maximum is reaching into the high 40s or higher,the temperature may still be near 40 at midnight. WMO 世界气象组织的资深极端高温顾问奈恩表示，暗时继续的高温会让身体无法度为高温的天气恢复，有可能造成爆发心脏疾病，也是死亡个案的增加，对人体健康真危险。美国东亚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统计，过去7天，美国各地气象站观测温度拢总打破860外项的高温纪录，其中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18创下高温纪录，达到47.2度，这是当地连续19天气温超过43度，而暗时的温度更加是连续9天拢伫32度以上。My air conditioner right now is running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I'm worried because I have it set. When I have it set on 80, for example, it actually doesn't get beyond 82. 除了欧美国家，日本嘛对西部到东部差不多32个县市发布高温调查警报，各有甲调查的急救办法，就是让人体真紧降温。其中全身躯泡伫摄氏2度的冰水降温上紧，短短1分钟就当降温0.3度。比起伫树仔骹吹电风，也是用冰角放伫过人空降温的方式更较紧。无法度泡冰水时阵，嘛会当甲病菌泡伫冰水，免全好打，就会当直接放伫身躯顶降温。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 AI 对全球和平的风险。秘书长就呼吁各国制定协议，禁止开发 AI 武器。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都宣布管制半导体原料做出口，罗西亚就随按算要增加产量，想要接受中国市场。这就让人怀疑讲，中国两国当面根本就是空壳。英国《Times》报道，金正峰会8月要伫咧南非举办，这阵南非的总统讲，罗西亚甲因抢，若是总统不停去开会时阵，因为国际大部人去互掠起来，就要对南非宣战。所以讲南非是勿望国际刑事法庭先卖掠人。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引起一块伫咧中国挖到的饲灵动物甲食草恐龙相拍化石，或者是认为讲1万年前的饲灵动物都有能力会当掠恐龙做食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东伊朗机场竟然酿到66度，科学家讲，这款温度已经到人类会当忍受的地步，搁较悬就无法度生存啊。美国国防部长证实，有一个驻南韩的美军偷走过北韩。这个二等兵金恩因为犯罪要放送转去美国出发，不过半中路煞是逃走。伊报名参观南北韩交界旅行团，趁机会走过北韩。咱来看这张地图，这张红线就是南北韩的交界。板门店这搭除了是国家头人开会咧用的，民众嘛会当去参观。咱若是对空中来看，这条线切过这款蓝色的厝，一边是北韩，一边是南韩。咱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边仔徛这边就是南韩，对面迄边就是北韩。
即届偷走过的美国兵，都是利用参观的时阵走过这条路。拄开始的时阵，其他游客佫叫是讲，伊是咧讲耍笑的，想袂到这人走过都无佫转来啊。美国国防部就认为讲，这个兵啊已经去互北韩拘留，未来恐惊会真早北韩利用工具摕来甲美国谈判。美国国防部第18日证实，有一位驻南韩的美军，伫南韩时间18日无经过批准，家己外界走去北韩，不过并无讲是叛徒，强调会继续追踪这位士兵的下落。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one of our service members, who was on a tour, willfully and without authorization, crossed the military demarcation line. We believe that he is in the BRK custody. 美国陆军已经证实，这位走去北韩的士兵是驻南韩的美军二等侦察兵，今年23岁，崔维斯·金恩。金恩之前伫咧南韩犯袭击罪，伫拘留所被关50天，一礼拜前才被放出来，交予驻韩美军监管，准备被遣送登去美国接受纪律处分。不过美军伫咧押送的过程有疏失，造成金恩逃离机场，用平民的身份报名参加板门店观光团。伫当地时间18日到3点27，越过北纬38度的军事分界线，有一位共团的民众讲，金恩越界了，还阁大笑3声。这件代志也互外界想着讲，美国大学生沃比尔和北韩关17个月，尾下伫咧2017年被放大，不过敢若是互北韩严重电击虐待，长期美国了无偌久就死亡。因若美军家己自愿走去北韩，一定会互金正恩政府当作是甲美国谈判的条件，真做拜登政府新的危机。This is a very high value kind of publicity thing for the North Koreans, and so you would imagine that they would be far less likely to want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因若美军外界事件即天，美国的乌海乌级的战略协助舰艇肯塔基号也停泊伫咧南韩的釜山港。这也是美国战略协助舰艇让42年了，再一遍停泊伫咧南韩。双方也开第一遍的协助相会议。因若北韩19透早3点30过了，是连续向日本海射2粒底停的弹道飞弹。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接落来看两个政治人物的消息。头先来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爱将外交部长秦刚。这个人是已经3礼拜无公开出现啊，有真侪重要的会议拢总无出面。外交部迄边是讲伊身体无爽快，不过有真侪人咧要讲，这个秦刚是因为婚外情去互冻起来，甚至有人认为讲伊是因为政治斗争已经去互踏出高站。中国外交部第11日记者会表示，外交部长秦刚无去印尼主办的东南亚国协的原因。秦刚国务院兼外长因身体原因难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长会。网络流传法新社的记者14日记者会问秦刚的画面，王文斌是雄雄顿地，尾也讲已经有讲相关的信息啦，就无去回答。17几间外国媒体持续探问秦刚的下落，不过外交部拢无做出正面的回应，引起外界联想。秦刚消息伫公开场合已经超过3礼拜。7月初，欧盟外交官员本来按算要访问中国，这个见面的行程嘛去互取消。另外，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气候特使凯瑞、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因来中国的公开场合拢看无秦刚。上尾一届伊公开出现是伫6月25日，伫北京甲越南的外交部长见面。迄一天嘛会见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甲罗西亚副外交部长。为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点入去，部长专区内底还阁看会到秦刚的相片。上尾一个活动的信息嘛更新到6月25日。秦刚今年57岁，伫2022年年底升做外交部长，今年3月阁兼任副总理等级的国务委员。外界形容秦刚的政治路都袂输一回联机共款顺。秦刚常常风吹无人，有风声讲伊若像是伫咧外口有查某，也就是人讲双面间谍的凤凰卫视女主播鲍晓婷。不过，阁较侪风声讲，秦刚是陷入政治斗争，包括去求案、机密外泄，去互罗西亚情报单位掌握叛变的证据，而且嘛有风声讲，伊甲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袂合，伫政治斗争当中，互踢出习近平的信任圈。秦刚被消息的传言，伫中国网络是受到真大的讨论。中国当局并无使用审查机制。BBC 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家英的话讲。这互网友对秦刚涉入风波的代志是愈来愈怀疑，
而且会互规个事件互愈看愈武袂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我来看去互官司伫新的美国前总统 Trump 是讲伊去互要求出庭解说国会山庄暴动案，佮甲伊的支持者讲，伊家己真有可能会去互起诉，未讲这是选举作弊手段。If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an election, they want to put you in jail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t's a disgrace. So they can cheat on an election, but if somebody wants to question the cheating, they want to call you a conspiracy theorist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These people are sick. 美国前总统川普拜日伫爱荷华州一场活动讲，伊已经接到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寄来的调查通知函，伊暗算家己会因为国会山庄的暴动案，逢刑事起诉。这个案件起因是顶一摆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阵，川普因为不满对手拜登当选，伫遮激动的鼓吹之下，一大堆支持者伫2021年的1月7日冲入去美国的国会大楼，想要阻止政权转移，群众和警方爆发冲突，甲到尾1000人互起诉。The president was a central figure in an effort to overturn an election, an effort to interfere with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and if anyone else had done the things he did, they would be under investigation. So I think it's certainly appropriate, and we'll wait to see what results from it. 已经宣布要搁一摆来选总统的川普，目前同款是共和党内支持度上悬的人选，但是伊嘛派真侪官司。今年3月底，川普因为向 AV 女明星曝红女丹尼尔斯付封口费，叫伊点点，互纽约的检方起诉，成做美国史上第一个红刑事起诉的前总统。今年6月，搁因为伊手头非法有国防机密文件，搁互起诉真侪罪名。川普想要搁一摆入去白宫，恐惊阁有足侪关爱过。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20年前的一部电影《浩劫重生》，这个主角是伫咧大海漂流救生船，想袂到这种剧情是真正出现啊！有一个水手夏多克是3个月前出海，煞撞着风影船啊海去，从迄阵就伫咧大海漂流。伫咧电影内底，主角的身躯边是有一粒白球做伴，这个水手的身躯妙一只狗仔朋友，甲伊同齐经过这3个月，因是靠掠鱼啊，甲啉雨水活落来的。这阵伊人是去互直升机发现，已经平安互救起来。互墨西哥的拖网器船救起来，这个澳洲查甫人夏多克，经过医生检查，健康状况正稳定正好。I feel really good. I've been struggling to the health was pretty bad for a while. I was pretty hungry, and I didn't think I'd make it through the storm, but now I'm really doing good. Thank you. And how is Bella? She's amazing. Like that dog is something else. She's Mexican, she is the spirit of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and she wouldn't let me go. 夏多克是伫4月时阵带伊到贝拉，载一台双体船自墨西哥滨海峡市拉巴斯出发，要去伫咧热带法属波利尼西亚，差不多6000公里航程。沿过尾出发了，拄到歹天气，船顶的电子设备故障，跟会当互海洋塞个走。伫这段时间，伊是掠鱼食、啉雨水。My land was the boat, so when I made it on board, in reference to Castaway and Tom Hanks, I suddenly found myself on this ship, and that to me was my kind of stable home. 进前有一部电影《浩劫重生》，主角汤姆汉克斯有一粒白球威尔森做伴，也啦夏多克是有伊的狗贝拉做伴。贝拉以前就直接陪主人去受水，当夏多克被救起来时阵，规个人拢散落，好手也发正长。伊讲伊家己做钓钩钓鱼食，互伊甲贝拉会当活来。那日头大的时阵，就秘伫咧布棚内面，伊被救起来了，有先食淡薄仔物件，所落来会被送去墨西哥的病院接受检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英国因为通货膨胀破15年来上悬呢，所以讲银行是一直咧升利息，想要甲压落。不过这嘛造成民众厝贷压力愈来愈重，平均1个月都要加纳2万块的贷票。所以讲即阵有真侪人无法度过日子，只好去找慈善机构斗相共。
目头角角伫看文件，61岁英国民众詹姆斯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度去工作，对着当地厝租、伙食费甲另外费拢真贵，政府救助金已经无法度来应付生活开销之下，伊只好向慈善机构来寻求协助咯。My rent keeps going up and up and up and up, 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Every year since I've lived here for over 10 years, it's gone up. 真侪英国人厝贷款排进档，薪水1/5提起缴厝贷款，加起阮若个加英镑汇率，起阮若摆，英国通货膨胀也是真悬。预期英国央行会继续采取紧缩政策，造成民众厝贷款负担加重。由英国贷款大部分采取2年到5年期的固定利率。这样估计将有250万贷款户会在明年面临到期搁再融资，到时阵恐惊将近一半家庭每个月还钱的金额会加500块英镑，折合大约2万块的台票。I'm extremely concerned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more people coming to us saying we can't pay the mortgage, who would have never have thought of needing that kind of help. 在南半球的澳洲，相关面临生活节奏一直起的情形。即阵冬天的期间，有一寡住伫偏远地区，也是经济有困难的人，穿袂少、无较够的衫裤。最近就出现行动依规，为民众解决这个问题。Are you shopping for anyone today, or? Yeah. For my husband, for me, so we're very happy. 行动依规向无共有名的品牌出力赞助，提供有需求的民众免费摕到全新的库存的衫裤，同时避免卖出去的衫裤互稀释，大大减少浪费的行为。讲是新闻牛间编译。美国加州海豹最近是有几落百只海狮甲海猪中毒死亡，这原因真有可能甲人类用化学肥料怎去污染着人动物的食食有关系。另外，福州市有真侪民众放杀动物盘，把这兔仔放伫咧野外，害因伫咧野外生兔伫涂骹钻空乌白甲电线，这都害地方真困扰。外面内底防救起来海狮看到是死严严，动保人员甲因断水，互因凉一下，因才小可恢复元气。不过有的要是爱注射或者是吊大虫。加州海岸最近传出有几啊件海狮攻击人类的事件，甚至有几啊百只死伫海沙部的。这个各样的现象是因为因中毒造成的。这种毒叫做软骨藻酸，是一种神经毒素。They're just not acting normally. What we'll see is they'll be walking around in a circle, unaware that anyone's actually near to them. Their head may be shaking back and forth, or they'll be experiencing what we call a seizure. 动保人员表示，海洋内底的软骨藻酸是海草产生的。今年加州烟花海草是真够炭，而且是生一个过渡期。细只鱼仔会食海草，海狮佫会食这个细只鱼仔。致使体内累积过量的软骨藻酸，才会出现头壳晕、吐、甲失去方向等等中毒的症状。落尾甚至会因为脑部的损伤来死亡。动保人员认为讲，造成海水内底的氮甲磷过量的原因，除了海水的温度加悬以外，人类使用的化学肥料对河水流入海洋，恐惊嘛是间接危害海洋生物的凶手之一。We had so much rain this year in California, so there's a lot more runoff from the whole state, not just from the local regions. 镜头来看福州，这个毛长长的兔仔伫道路边跳来跳去，看到真古锥。老大大埔这个社区有一个居民伫2年前搬走的时阵，把兔仔留落来，结果这个兔仔持续生蛋，今嘛数量已经增加到60只至100只左右。部分的居民怨叹这个兔仔会伫涂骹钻空，乌白加电线，佮会乌白放屎尿，甚至影响交通，而且当地环境嘛无适合兔仔野放生存。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in the heat because they could have a heat stroke when the temperatures get above 85, and there's predators all around that can kill them. 当地议会要决定要把这个兔仔除掉，不过后来经过当地居民的争取，同意透过募款来进行安置。公司新闻张奎敏编译。咱头拄则看到一寡海狮因为人类污染死亡，伫咧印尼迄边是有一寡珍贵的藻类，可能嘛受到人类迫害。因为印尼是按算明年要迁首都去努山塔拉，这个所在就是长片高甲红毛猩猩的生态地，所以讲野生动物的生存恐惊都会受到威胁。红毛猩猩沿着索亚比较较低的所在，但工作人员等物件互因食。印尼为着要解决印尼首都雅加达严重的交通、环境污染、区域发展无平衡，也有地震的问题，要伫咧婆罗洲去新的首都努山塔拉。
不过占地26万公顷的新首都建设计划，可能会危害这寡红毛猩猩的生存。根据计划，巴黎8万湾沿花有400公顷的红树林已经被错掉，要起煤炭运输港，还有石油加天然气的精炼厂。若是连接新首都加附近巴黎8万的收费公路，还有运输建材港口起好了，可能有更加侪森林会被错掉。Desain pembangunan IKN itu tidak mengintegrasik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nya dengan Teluk Balikpapan. Nah, salah satu kekhawatiran besar kami adalah Teluk Balikpapan itu menjadi kolam raksasa, ya, tempat sampah residu dari pembangunan maupun aktivitas IKN yang ada di hulu. Nah, ini yang kami. 印尼婆罗洲是全世界第3大都市。岛上的热带雨林、花花、东南亚的赤道有1亿多年的历史，而且有真侪强要绝种的动物，就像是长片狗、伊河海猪、红毛猩猩、加婆罗洲马来蠅。新首都的计划可能会影响生物的生态地。地主当局讲，会用300亿美金的预算，差不多代表要加9200亿。甲新首都建造成这环保城市，而且重新造林保护野生动物。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the road, the concern about the animal, the concern about the wildlife is there. But control, including also to discuss about the design of the wildlife corridor that could be across the toll road. 印尼政府计划伫咧2024年顶半年正式宣布努山塔拉是新首都，到时印尼政府也会当伫咧8月17庆祝第79个国庆日。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青苔世界有当时过海人厝道，互人真讨厌。毋过其实青苔是一款对环境真好的食物，毋但会当吸收二氧化碳，阁会当保护土壤，减少海棠。除了青苔，美国嘛有科学家专工种草啊，来吸收土壤内底重金属污染，帮助咱的大自然恢复健康。伫咧路边也是树仔骹，世界都会看到涂骹有即种青苔。厝内若有种花草的人，佫会嫌即种青苔看起来真碍腰，特别用水甲冲好走。但是澳洲的科学家发现，青苔会当保护土，提供碳也是质素，这营养的成分，而且有生青苔的土，较袂出现参像线虫，这会去食农作物的海棠。Mosses are really setting up the system for other plants to basically restore degraded soils. 事实上，为热带的雨林到北极的冰土，甚至是沙漠，拢会当看到青苔。青苔伫地球生长的范围非常宽。这个澳洲的研究团队，因发现有生青苔的土地，比其他无生青苔的土地会当加吸收61公吨的碳气。Mosses are doing an amazing job by actually sequestering all that CO2 from the atmosphere and embedding it in the soil. They're part of this system that helps to keep our ecosystem clean, healthy and fertile. 若是青苔，其他看起来真普通的食物，嘛有可能对环境有真大的帮助。甲镜头转到美国的洛杉矶，一群科学家当伫甲因种伫土内，看起来敢若真草原的野草乌起来，大家可能看无因到底伫创啥物。其实因是咧替即个土地清除内面的毒素。即个所在以早是工业区，土内面有真侪重金属甲化学物质。若是按照传统的处理方式，就是把这受到污染的土拢挖起来，运去其他的所在倒掉。但是这群科学家要透过生物修复的方式来帮助土地排毒。They basically suck up the metals like lead into their bodies, so that when we pull out the plants, we've removed the lead from the soil. 科学家表示，生物修复的方式虽然真够工，但是真正会当解决土地污染问题的方式。把这吸收毒素的食物烧掉了后，留落来重金属，甚至会当回收，搁再利用。科学家希望这种生物修复的方式会当扩大应用到搁较侪所在，互住伫工业污染区附近的居民健康袂阁受到威胁。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